呢個單位啊，比樓上嘅陳姐足足平咗一架寶馬嘅價錢，而且多咗一個2.5平方嘅露台啊，120平方嘅豪裝4房南北通透4房啊，竟然100萬出頭嘅總價，你就可以輕鬆攞低，而且位於南平華發商都棚啊，而且現樓即買即住即交樓。你睇下呢個客廳嘅開間，你中唔中意？足足去到4.1米，南北通透。頭先嗰個北向嘅陽台係全贈送嘅，南向嘅陽台都係啊，而且唔止單望住一線嘅東南亞園林景觀，仲望住一線嘅前山河景啊，真係非常舒服。一家3代人可以同時喺呢度居住，享受天倫之樂。翻到休息區感受一下公共洗手間乾濕分離，所見即所得，而且帶埋 total 嘅衛浴、浴缸同埋馬桶都係交付標準。呢度就係書房啦，同樣可以望住一線前山河景啊！細路仔喺呢度讀書，喺呢度做功課都可以。心情特別靚嘅情況下，仲可以多考10分啊！另外2間房間都可以作為你嘅仔仔女房或者係客房啊。最哇塞嘅係呢個主人房，帶咗陶瓷嘅設計，仲帶咗女主人梳妝台、衣毛巾啊，就喺呢度化妝嘅同時，就可以望住一線前山河景房啊！呢個主人房都係朝南向，非常舒服，睇住東南亞園林景觀，而且以及一線嘅前山河景。100萬出頭嘅總價就可以輕鬆攞低啦！去到南平華發商都只需要5分鐘嘅車程，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拱北口岸僅需要10分鐘啊！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路，我係小雅 ，follow me 帶你玩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